巴菲特今年底12月31日退休了，他的巴郡由新人執掌，代表巴菲特時代結束，投資巴郡應該慎重考慮。按照以往的看法，一個代表行業翹楚的龍頭企業創辦人退休或身故，代表這個時代終結，企業起天翻地覆的變化，多數是走下坡路甚至覆亡。投資巴郡的人要小心，看到勢色不對，甚至撤出投資。從玄學角度來看，巴郡60年前是一間接近倒閉的紡織企業，被巴菲特攤平收購。收購以後，他後悔買了一間爛企業。他說，如果用這些錢投資保險業更划算。他在1965年5月10日完成收購，以此日起八字盤、月字年、辛二月、甲子日、己巳時，甲己六合化土，甲木生夏天死地，子水被兩字包圍吸乾，比劫乙木被辛金克絕，隔成從財格。甲木本身屬紡織業，生在夏天，滴水被蒸乾，是為死木，面臨倒閉，幸被收購。因為合時干己代表被收購，辛金克比劫乙木起到關鍵作用。辛金代表金融，收購以後轉型金融保險業，保險屬土，一間由接近倒閉的公司起死回生，走了半個世紀火金大利運，成為世界投資界明星，登峰造極。2024年進入丁亥運。今年乙字年沖大運，生肖乙字年也沖大運，今年是巴郡大變動之年，所以今年巴菲特退休，應了巨變之年。當八字大運進入丁亥，與出生月份辛字反吟相沖，亥子同黨沖字，一亥沖三字，必然起動盪不安，根基動搖，尤其是死木不能見地之亥子水，天天任癸水坐南方五味節腳水無力不算，所以巴菲特退休，也代表巴菲特時代終結，未來10年可能出現更大金融危機，也許巴郡面臨巨大衝擊，投資巴郡應該慎重考慮。